为着要让学生对在地文化更加认捌，台南的复兴国中就利用本土语言浸水式课程，由国中2年啊到3年的学生做伙来创作一出做16岁戏剧。有真侪学生对本地无啥会晓讲台语，即马豆豆啊学也进步真多。阿公带孙来看府城第9位文化活动，做16岁是少年家长大人的理想。这出做16岁戏演员是复兴国中的学生，因家己写剧本，佮结合技术做12项礼拜七娘妈的成礼，这敢若参详真呢。这其实是复兴国中本土语言浸水式的课程，透过戏剧，学生讲过程中台语进步真多，让我的台语进步的非常的多，跟老人的聊天也可以变得更顺畅。都怀念我细汉16岁的时阵，阿姑来甲我做16岁，今仔嘛足期待这小朋友大家来遮。复兴国中今年是第2届申请本土语言浸水式计划，这个学校将台语结合技术社会甲基本点科目，发展跨领域课程，创作一出做16岁戏剧。学校表示，上届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将所学到的会当运用伫咧生活，嘛甲咱的社区做结合。独立的意涵，包括着社会责任、家庭、社会、自己这3个部分都要有所察觉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剧场的方式，在筹备的过程里面，让他们沉浸进最了后，会当开始内化到自己，那对社会有所贡献。做16岁是台南传统的成年礼，真侪爸母会伫咧每当旧历7月初7，带囡仔去感谢七娘妈的宝贝。虽望这的国中生也未满岁数，不过因真期待是在去做16岁模样。另外，近来嘛有愈来愈侪学校重视本土语言，全台市的国中今年就9间参加台语浸水式的教学计划，明年通过审查计划学校有12间。记者的新闻台南采访报道。